咁上個星期咧又去咗蛇王，咁今個星期咧就翻咗嚟睇呢套勁高質仲拎晒獎嘅日本電影《國寶》啊！咁今次咧久違地講咗故事簡介先，再講下我對呢套戲嘅睇法。好，開波！咁故事講述咧喜久雄咧本身係一個熱愛歌舞伎嘅黑道老大之子嚟嘅，咁後尾因為父親咧俾人仇殺咧，所以就投靠咗之前睇過佢一次表演，賞識佢歌舞伎表演嘅名門花姐半二郎，咁學習咧表演歌舞伎嘅。咁故事咧就貫穿咗主角對歌舞伎嘅藝術追求啦，歌舞伎行業嘅世俗同鬥爭，咁故事咧就此展開嘅。咁呢度係一套咧3個鐘嘅電影嚟，咁呢樣嘢咧我想稍為離一離題講兩句，因為大部分上到院線嘅3個鐘嘅商業片咧，正路咧都唔會太差嘅。咁除咗某幾套戰爭片之外啦，大家知道講咩啦？因為首先3個鐘戲咧本身排片會比個半鐘同2個鐘少嘅，咁即係話咧你唔大收佢就好難賺到錢。第二咧，因為本身3個鐘嘅敘事咧已經係偏難噶啦，大家都有見到好多電影咧2個鐘佢都可以講到1999咧，你就知噶啦。咁所以如果個電影final cut係3個鐘咧，咁其實都可以解咧電影公司對套戲好有信心咧，先俾佢出街嘅。咁翻正題啦，咁呢套電影咧其實係橫跨主角細個嘅學師啦，去到年老咧成為一個大師嘅史詩級故事。咁我睇嗰時咧即時諗起 Goodfellas 呢類咧跟一個角色咧走一世嘅電影。咁呢套電影3個鐘咧基本上都係巨細無遺咁樣講咗呢一個角色嘅一生。而喜久雄呢個角色咧基本上咧就係以歌舞伎而生嘅角色嚟嘅，而且佢係一個咧本身係歌舞伎圈以外嘅人進入呢個業界，咁變相就可以帶領我哋觀眾咧由零開始進入呢個歌舞伎嘅世界。咁無論係藝術面嘅欣賞啊、歌舞伎嘅美啊，或者業界嘅世俗啊、排外咧，都可以一一同觀眾講解咗。咁特別係歌舞伎嘅呈現方面咧，我覺得做得係相當好嘅，因為電影咧係冇精簡到任何歌舞伎嘅表演，而係將一場又一場嘅歌舞伎表演咧，因為劇情嘅推進咧而完全展現出嚟。咁當中電影除咗係將歌舞伎嘅有趣同美咧都展現咗出嚟之外咧，更有因為角色發展嘅情緒咧加入咗喺歌舞伎嘅表演入邊。咁我作為一個咧對歌舞伎零認知嘅人咧，喺睇緊呢套戲嘅時候咧，都會覺得歌舞伎表演嘅美術又好，演員嘅演技都好，都相當好睇。咁呢個咧就伸延到電影演員嗰一部分。咁主角嘅設計咧，佢係做一個女型嘅，即係你當京劇嘅旦角一樣啦，男人演女角咁樣。而主角吉澤亮咧，我第一次睇佢咧，嗱讀啲都要咁講啦，就係無面超人科石，佢演無面超人 Metal 嘅。咁嗰陣時佢都有啲臥底嘅戲份，其實都演得唔差嘅。但係今次咧就真係士別三日，因為佢喺故事嘅舞台咧演一個女型，即係逐啲咁講咧係扮女人啦，仲要係扮咧日本和風嘅女人。而佢哋選擇嘅劇目咧都係偏情緒強烈嘅，有好多細節同強烈嘅情緒咧都需要演繹。除咗佢嘅演繹之外咧，化妝同美術上嘅加成咧，我睇嗰陣時係好感受到咧舞台上嗰個咧係真係一個女性嚟嘅，而唔係男扮女。所以吉澤亮嘅演繹咧，我覺得係相當成功嘅。而喺歌舞伎舞台外嘅電影情節咧，主角係一個近乎為咗表演歌舞伎咧而瘋狂嘅角色。喺佢嘅演繹之下咧，佢成功表達到追尋渴望嗰種執着，中間嘅努力，對於機遇不公嘅不忿，而且為目標咧捨棄親近嘅人咧，完全自我主義嘅惡。而其他角色嘅演繹咧都相當高水準，特別係主角嘅同門兄弟咧進界咧，其實呢個角色都演得好出眾嘅，因為佢係一個咧歌舞伎天分比較差嘅角色，只可以靠父蔭去生存嘅人。咁雖然都知自己比唔上主角咧，但係都只可以為生活咧接受同埋苟延殘存。雖然同主角係有啲對立嘅，但係亦都有一份友情喺度。咁呢種咁複雜嘅情緒咧，佢都可以演繹到出嚟。其實佢呢個角色咧都不下於主角嘅演繹嘅。係啊，我讀啲都會咁講。咁呢個演員咧係演過《列車戰隊特急者》嘅特急4號嘅。咁有好多人都認為呢一套係日版嘅《霸王別姬》，但我認為只係元素一樣，因為兩套戲 focus 嘅位都好唔同。雖然兩者咧都係講一個咧喺舞台上男扮女生嘅記者嘅一生，但係《霸王別姬》咧其實係比較 focus 喺程蝶衣呢個角色之上。咁當時嘅社會環境啊、生活嘅困難啊、文革時代嘅壓迫啊，仲有蝶衣嘅性別認同，而且最緊要咧就係睇完有一個咧好深鬱嘅感情線。咁而國寶咧係完全 focus 喺探討歌舞伎嘅電影嚟嘅，因為就算係跟住主角行故事咧，都會因為主角被設定為咧為歌舞伎而生嘅人，所以佢無論發生嘅任何事同挫折咧，都會同歌舞伎嘅本質有關。所以我覺得《霸王別姬》係有京劇元素嘅時代電影嚟嘅，而國寶咧就係完全屬於歌舞伎嘅電影嚟。咁其實兩者嘅分別都好大。咁總括而言咧，呢套係一套咧冇咩甩漏，拍得幾 perfect， 而且冇咩觀影門檻嘅3個鐘長篇電影嚟。你見我成條片冇踩你就知啦。所以今次飯堂喜愛指數10個飯團友。
8.8個飯團，相當喜愛。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咧，都可以 like 同 follow 呢個 channel 啦，或者可以喺下面 follow 個 Thread 同埋 IG 得閒同我傾下偈。好，下次再見。